一支會變色嘅 Harry Potter 魔杖，究竟值唔值得來回開2個鐘去買？任何嘢只要係有變化有驚喜，就會忍唔住諗，想睇下究竟係點。所以見到 Tim Hortons 出咗呢支 Harry Potter 嘅感溫變色魔杖，打咗勁多間都話賣晒，最後竟然去到 Mission 先有。個盒寫住遇到凍水22度以下就變色，直接插落去試下凍飲品會唔會變色？真係變咗藍，成面嘅裂縫都會變埋藍色，隻藍都藍得勁靚。今次呢杯藍色嘅我都真心推薦，真係幾好飲啦，又甜又好易入口啦，仲要有14g 嘅鋪田。佢唔係喺哈利波特嘅系列入面㗎。本身去到呢度，但我望住支魔杖，突然之間諗到一樣嘢，凍水會變色，咁含住佢呢，結果會變翻原本色。沖水都係一樣，如果你身邊都係一個見到呢啲五顏六色又一定要試嘅朋友，send 俾佢啦。如果諗極都諗唔到係邊個，咁可能係你啦。